呢度咧就話我新搬入嚟公司環境，咁啊俾大家望望啦。咁咧呢度咧就有10間寫字樓啦，咁我哋就其中一間啦。而家都因為新盤咧都租咗7間咗出去啦，咁剩翻3間未租咧，但係咧就仲有啲客咧都係暫時未搬入嚟嘅，所以咧暫時都叫我好清靜，環境都相當之唔錯嘅。好啦，咁望我公司嘅入邊嘅內部啦，簡單公司咧就叫林輝陽服務有限公司啦。我哋就係一間保安中介服務公司嘅，公司就簡單2張枱啊，咁一啲電腦基本設施咧，一係就唔時都仲係整緊嘢，所以有啲嘢咧都未整好嘅。咁總之咧，一樣嘢就話工作咧就不斷有新工作俾大家，咁只要大家可以隨時可以聯絡返我哋。咁最緊要接咗盤之後，大家要準時冇甩更，準時做嘢，冇俾人投訴，咁咧就一定會有糧出。OK，謝謝軒哥，拜拜。